如果你有用開職業排位計算表，相信你知道我哋設計呢個職業排位計算表已經差唔多有20年啦。而職業排位計算表嘅主要功能係俾你去跑馬嘅。如果你中意跑馬嘅，職業排位計算表係一個非常有效嘅工具。但係如果你冇咁多時間跑馬嘅話，嗱，今日我哋就有個好消息講俾你聽啦。近排我哋設計咗一樣叫做賽日贏錢馬，而呢個賽日贏錢馬嘅資料就唔係俾你攞嚟跑馬嘅，係非常之直接話俾你聽，呢個賽日邊場馬匹係直買，命中機會較大，邊啲馬匹係屬於直播嘅冷馬，而邊啲場客最好就冇擺錢落去。而呢個就係我哋最新設計出嘅賽日贏錢馬。咁我哋以啱啱跑完4月19日嘅賽事第2場為例，嗱，喺贏錢馬入邊嘅資料其實得2項嘅啫。第一項就係上仗嘅放頭馬，第二項就係上仗嘅實力馬。而雖然呢個資料係非常之少，但係呢2項資料其實正正係幫你揾出直買馬匹嘅所有精華部分。好啦，咁我哋首先講放頭馬。嗱，放頭馬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放頭馬嘅多少係決定咗呢場賽事係利邊類跑法嘅馬匹，係咪？如果少嘅話，放頭馬係有利嘅，所以步速通常來自放頭馬嘅多少，因此放頭馬呢個資料係極之重要嘅。咁邊啲馬匹係放頭馬係屬於實力嘅放頭馬呢？嗱，放頭馬就係上3仗噶啦。咁如果呢啲放頭馬佢係具備末段指數係正嘅，或者時間指數係正嘅，咁呢啲放頭馬係值得留意。特別係呢場賽事，如果放頭馬少嘅話，而喺我哋新出嘅賽日贏錢版入邊，我哋加插咗全新嘅指數，叫做實力指數。乜嘢為之實力指數？嗱，實力指數，如果你睇指數嘅話，你知道喺一場賽馬入邊有2個指數係非常重要嘅，係咪？一個就係末段指數啦。末段指數即係話將末段嗰個時間同標準時間嚟做一個比較，指數正嘅即係快過標準時間啦。呢個係末段指數，係可以睇得出嗰班馬具唔具備加速力。仲有一個就係時間指數，咁時間指數亦都係重要啦，因為你比賽跑馬始終最終都係要睇時間，2個指數都非常之重要。而實力指數正正係呢2個指數之和，係咩意思呢？嗱，有啲馬匹末段指數好強，但係佢個時間指數好差。咁如果你將呢2個重要嘅時間指數嚟一個加埋一齊嘅話，如果個實力指數係負嘅，雖然呢匹末段強勁嘅識加速嘅馬匹具備強勁嘅加速力，但係佢嗰個本身時間係做唔到標準嘅時間，而呢啲馬代表佢嗰個實力喺呢場嘅賽事係屬於負嘅。嗱，呢啲馬其實係有風險嘅啊。咁呢個就係講實力指數啦，呢個就係放頭啦。咁第二樣就係第2項資料就係上仗嘅實力指數馬匹啦。係咩意思呢？即係喺上仗上一仗係做到正嘅實力指數嘅馬匹，全部喺呢度睇到。咁上面紅色嗰啲就係同情，唔係紅色就係他情。咁呢樣代表乜嘢呢？嗱，賽馬除咗講實力之外，仲有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，就係馬匹嘅 form 嗰個狀態啦。一匹實力馬，無論你點強，嗰個 form 冇咗，狀態冇咗，佢點跑都跑唔出嘅，係咪？咁邊一仗同嗰個 form 係最有直接掛鈎呢？就當然係上仗啦。有啲馬前仗都表現好好，但係上仗跑得一般，
咁呢啲馬其實係有一個疑點嘅，嗰個疑點就係佢個 form 係咪冇咗咧？咁當然，如果你有時間，你可以睇翻呢場嘅賽事，佢到底係跑錯咗，係失車點係乜嘢？但係如果你冇咁多時間跑馬嘅話，你連嗰類有疑點嘅馬匹你都冇搞，你淨係集中買上仗實力指數係正嘅馬匹，咁呢紮馬就一定係同嗰個 form 係直接掛鈎啦。咁當然邊啲場合係屬於直買嘅場合咧？嗱，當然就係如果有好多實力指數正嘅馬匹係來自上仗，而且仲係來自同程嘅實力馬，嗱，呢個就係同 form 有關啦。呢個同街將嘅步速有關啦，係咪？嗱，呢兩項仲有就係個檔位啦。記住，1200米其實係最容易贏錢嘅場合。點解？無論係谷草1200、田草1200或者田泥1200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檔呢四個內檔係特別有利嘅。OK，因為呢個係天然嘅特別有利嘅檔位，對1200米嘅賽事嚟講。咁當然1200米由於係短途，放頭馬亦都係特別有利。特別放頭馬少嘅場合，嗱，呢個位置如果你見到放頭馬少，而呢匹馬又係一匹具實力嘅馬匹，講過啦，呢度正或者呢度正，咁當然最好呢度如果仲係正嘅就更加強啦。呢類馬如果係有分頭嘅，嗱，呢啲就係最佳嘅冷位置馬。如果佢唔係同程㗎，係咪？好似呢場嗱，呢個就係第二場5班田泥1200米，係4月19號啱啱跑完嘅呢場賽事。咁呢場賽事城中勇士喺田草1200跑呢場冇乜放頭馬，嗱，佢個實力係正㗎啦，係咪？梅田識得加速時間指數正嘅，而呢兩個商家嘅實力指數亦都係正嘅。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你平時買開嘅賽事係淨係中意睺冷 pace 嘅話，嗱，你第日見到呢啲馬就係屬於最佳嘅冷 pace 啦。咁我哋睇翻個賽果先啦。嗱，呢場城中勇士正正係一匹18倍嘅冷馬。咁如果你第日係平時你買開係買位置嘅話，嗱，見到呢啲係屬於非常之直博嘅位置馬，係咪？或者攞嚟做冷膽拖、冷 QPQ 短嘅都得。嗱，城中勇士跑第3，佢個位置係派47個半嘅，係極之好分嘅。如果你平時買開係買位置嘅話，呢個就係冷馬好多時都喺呢度出現嘅，係有非常多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上仗嘅同程實力馬，咪嗱就有呢紮啦。咁講過啦，1、2、3、4檔係特別有利嘅。咁呢3匹都係內檔嘅，係咪？就有爆熱、魅力星、多彩多姿。咁如果揀膽嘅話，當然喺呢個位置揀膽。而如果係短途嘅話，淨係集中揀膽係1至4檔，而且最好呢啲馬係做到真正嘅實力。咁呢場嘅賽事啦，爆熱就零零舍舍係屬於呢類馬啦，係咪？嗱，實力指數係最強嘅，好強嘅，而且排一檔，梅田又識得加速，係咪？咁上仗又輕勝，所以喺呢場嘅賽事基本上爆熱係可以攞嚟做馬膽。記住啊，呢度全部都係上仗有 form 嘅馬啊。咁魅力星做到實力指數正㗎啦，排內檔係必要㗎啦，係咪？多彩多姿亦都係啦，排4檔。咁仲有一匹謙謙君子，嗱，佢係排3檔，佢亦都喺短途做到正嘅實力指數。嗱，呢啲就係必拖嘅馬匹，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，其實話咗俾你聽，如果你平時買開冷位置嘅，嗱，呢個就直播啦。咁如果你想買單棍 Q 位置 Q，城中勇士搭爆熱係最佳嘅，係咪？咁當然如果你係買 QT 嘅話，你見到呢場嘅賽事有膽有腳4匹腳，嗱，呢啲就係屬於極佳嘅 QT 甚至4重彩嘅場合。結果爆熱揸膽嘅話，你拖呢4匹，嗱，爆熱跑第2，魅力星跑第1，城中勇士跑第3，謙謙君子跑第4，就正正係中 QT 4重彩啦。嗱，呢場嘅 Q 係排82蚊，T
係3500幾，嗱單 T 都570蚊，而四重彩就係過萬嘅。咁你知道喺呢場嘅賽事係職業排位計算表入邊，咁我哋亦都係命中呢條四重彩嘅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再睇同日嘅1200米，今次係三班田草1200米，嗱又係兩項資料，係咪？呢啲全部上將嘅實力馬做正嘅實力指數。嗱，咁呢場又係短途冇放頭馬，而千杯不著係唯一嘅放頭馬，而且佢個指數全部正嘅。而呢匹馬仲係一匹10倍以上嘅冷馬。嗱，呢啲又係屬於如果你買開位置就係必買嘅啦，或者如果佢係同程嘅，甚至可以搏冷嘅 win pay 或者攞嚟做冷膽，係咪？嗱，呢場嘅賽事千杯不醉，亦都係來自上將嘅同程實力馬，形勢係極之有利，佢係做到真正嘅實力，而且仲係排內檔，所以呢匹馬係可以考慮攞嚟做馬膽。嗱，喺我哋嘅賽日贏錢版入邊，紅色嘅字就代表係要留意啦，因為嗰個實力指數係強嘅。紅色跟住入邊有呢個淺藍色打底嘅，就係可以考慮攞嚟做馬膽嘅。OK，呢啲馬通常都係排檔有利、形勢有利嘅真正嘅同程實力馬，而且全部來自上將同程嘅。因為你咁樣去買，你唔單止買嘅馬有具備實力，而且同嗰個 form 同嗰個形勢即係排檔直接掛鈎，所以我哋講過啦，淨係睇呢兩項資料，其實你睇到嘅係全部同場馬匹嘅精華。OK， 其實換句話說就係直接可以攞嚟落注嘅馬匹。嗱，呢場千杯不醉可以做膽啦，係咪？嗱，1至4檔有邊啲啊？嗱，嘉應奇兵啦，第4檔啦，係咪？喺呢個位亦都要睇1至4檔做到真正嘅實力噶嘛？就係星火燎原啦，佢係喺谷草入邊做到。嗱，名次係睇唔到嘅，但係佢係一檔，咁呢啲馬就係一定要拖噶啦，因為佢上將係有 form 嘅，只不過名次睇唔到，輸得唔近，但係佢嘅形勢係極佳。好啦，而家你就有3匹啦，係咪？嗱，記住短途1200米1至4檔，基本上如果做到實力指數嘅正確係必拖。但係如果中檔點咧？嗱，中檔都係要兼顧嘅馬匹，就係做到真正嘅同程實力噶啦。咁呢匹嘅手機標勁做到真正嘅同程實力，係咪？今次排中檔，嗱，佢實力指數亦都係正嘅，所以呢匹馬亦都係要拖埋嘅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，你嗰個膽就係千杯不醉拖嘉應奇兵、手機標勁同埋呢匹嘅星火燎原，其實就係1拖3嘅啫。嗱，咁如果你睇呢場嘅賽事，千杯不醉11倍跑第2，佢有殺咗入嚟冷 Q 膽啦。手機標勁跑第1，嘉應奇兵跑第3，咁即係話星火燎原99倍以上跑第4。呢場1拖3又係中 Q 200幾蚊 Q，T 千零蚊 T， 單 T 1拖3係30蚊嘅啫。嗱，225蚊單 T， 而四重彩係派6萬嘅。如果你呢場賽事買四重彩1拖3係好平嘅啫，200零蚊，你係收6萬幾。咁當然講緊嘅1拖3，如果你將千杯不醉排第1、第2啦。OK， 如果你呢場你買四龍彩，你就咁互穿呢4匹唔揸膽，你而家講緊嘅都係240蚊啫嘛，互穿係咪啦？其實係收6萬幾嘅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全新設計嘅賽馬贏錢版入邊嘅資料，係可以令到你直接落注，而且嗰個成本唔高。但係嗰個回報係非常之高嘅。再睇同日嘅第6場，呢場就係4班田泥1650米啦。1200米1至4檔係特別有利，係必拖嘅。而喺中程即係1400、1650或者以上咧，就係
中內檔，即係內檔同埋中檔都係屬於有利嘅。OK，咁即係話1至8檔都係屬於有利嘅馬匹。咁你睇馬嗰陣時，揀馬嗰陣時，亦都係方法係一樣嘅。首先睇放頭馬，嗱，呢場嘅賽事放頭馬少，係得一匹嘅啫。呢匹馬亦都係識得做正指數嘅，係咪？雖然唔係同程，但係由於佢放頭馬少，佢係唯一嘅放頭馬，兼且係實力指數正嘅馬匹，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我哋原本就攞呢匹馬係攞嚟做冷嘅馬膽嚟搏嘅，但係臨場呢匹馬已經唔係冷門，所以已經係唔可以做冷嘅馬膽啦。OK，咁同樣地呢個位置就係上仗嘅同程實力馬做到正指數嘅馬匹。咁當然首先你揀膽嘅話，喺呢個位置就一定喺呢個位置嘅馬做膽，而且係排檔有利嘅真正嘅同程實力馬，係咪？咁喺呢場嘅賽事嗱，排中內檔嘅6檔嘅就有林寶精神，佢係做到真正嘅實力。跟住3檔嘅花開就唔係啦，佢唔係做到真正實力。川河營區4檔營檔位有利，但係佢亦都做唔到真正嘅同程實力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林寶精神係可以做馬膽，所以你見到紅色字同埋淺藍色底。咁邊啲一定要拖咧？就係排中內檔嘅同程實力馬做到實力指數正嘅，係咪？咁就包括花開。嗱，呢匹馬跑第9上仗係完全唔起眼嘅，但係佢係做到實力指數係做到要求，同埋呢類馬仲係側身。如果佢係老馬跑呢個路程唔得嘅，佢喺呢個位我哋就唔會打紅色啦。但係由於佢係側身嘅馬匹，啱啱起步嘅，所以呢啲係必須要嘅馬，係咪？川河營區咁呢個位置亦都排中內檔，咁我哋揀邊啲咧？就係揀近程嘅側身馬，近仗係做到真正嘅他程實力，或者本身係識跑、識得入 Q 嘅喺同程。嗱，有派頭係識得入 Q 嘅同程馬匹排內檔，亦都係有利嘅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，你嗰個值得買嘅馬匹就有啦，係咪？就林寶精神拖，嗱，呢匹花開、川河營區同埋有派頭，咁即係話係其實係1拖4嘅場合。嗱，咁如果你睇個賽果，林寶精神跑第2，花開冷馬跑第1，呢匹放頭馬跑第3，係咪？咁即係話中 QT 啦。嗱，呢條 Q 又係好分㗎，500幾蚊，3重彩係7000幾蚊㗎。呢個就係1拖4。嗱，有啲馬就喺嗰個中檔嘅邊緣啦，係咪？即係比如果係短途嘅，有啲係邊緣，即係5檔啦，中途嘅9檔。咁呢啲馬點樣取捨咧？嗱，如果呢匹馬佢係做到真正嘅實力，同程嘅實力馬，或者係側身嘅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如果你要拖多匹，就可以拖埋佢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匹馬佢就啱啱好係跑第4，而且令到呢場嘅賽事3龍彩係7000幾啦。嗱，1拖5排第1、第2。如果你買4龍彩嘅話，呢場4龍彩派彩係6位數字，係10萬嘅。如果你買5蚊都可以收5萬蚊，又係點樣揀呢啲馬係非常之容易，就係喺呢個賽日贏錢馬入邊，你一睇就睇得好清楚。呢啲馬全部都係大部分同程實力嘅，同埋形勢係有利嘅，同 form 有關係。有啲必拖嘅就係同放頭馬嘅多少有關，係咪？呢場嘅賽事，你知道我哋喺即係排位計算表入邊係命中嘅嚇。即使你揸呢匹攞嚟做膽嘅話，咁係命中呢條10幾萬嘅過10萬嘅4重彩嘅。咁點解我哋揀到呢匹嘅花開咧？就正正因為我哋近排就研究出呢個極之有效嘅方法。咁所以呢匹嘅花開我哋有擺落嗰個馬匹配角入邊嘅。咁當然啦，第10場
呢匹嘅星火燎原，我哋就冇擺落去，係因為主觀性覺得呢匹谷草馬係唔得嘅，係咪跑第10輸咁遠嗱？所以以後當你運用贏錢呢個贏錢馬嗰啲資料嗰陣時咧，抌晒所有嘅主觀，因為主觀正係最容易輸錢嗰個決定。咁不如就冇主觀去揀啦，等實力說話。而我哋喺呢個表入邊個實力全部同一樣嘢有關，呢樣嘢就係數字，全部都係數字，係咪嗱？數字就唔會呃人嘅。所以第日如果你係想賽日揀馬去買落注嘅話，擺開晒所有嘅主觀嗰個決定，直情就跟實力馬去買，而呢啲實力馬係可以經常幫你贏到大錢嘅。好啦，賽日贏錢馬嘅資料，另外一個功能就可以話俾你聽，邊啲場合其實你冇嘢買，要避開嘅。嗱，例如第一場放頭馬少啦，叫做有利，但係呢匹馬全部做唔到實力指數㗎，咁即係話放頭馬少佢都冇用，係咪？佢完全冇實力㗎。咁我哋再睇排喺中內檔嘅實力指數正嘅馬匹，就有風起雲湧10力，但係兩匹都係做唔到真正嘅實力㗎。咁即係話全場得2匹馬，咁呢場又冇主力嘅馬膽，而且得2匹，所以呢場基本上就要避開啦。第5場嗱，呢場其實差唔多嘅，放頭馬2匹，而其中一匹係具實力嘅睿智多寶，係咪係正嘅？咁佢亦都係同程嘅實力馬，排喺中檔做到真正嘅實力，可以做膽啦。嗱，其他嘅就有排中檔嘅江南勇士，同埋他情嘅超開心，排喺內檔啦。中內檔有利，係喺他情側身做到他情嘅真正實力。咁呢場嘅賽事就係其實就係1拖2嘅場合 ，OK。但係其實呢場唔係咁值得買嘅原因，唔係話難中，唔係話冇重心，只不過話係冇分頭，因為呢匹馬同呢匹馬都係熱門。咁當然如果你係可以1拖2搏，因為江南勇士始終係冷，亦都可以買 QT 搏下嘅，1拖2啫嘛，係非常少本嘅。嗱，結果呢場係開 Q， 江南勇士僅跑第4，入唔到 T 嘅啫。不過呢場 Q 就好熱辣，60幾蚊。呢啲場合，除非你當日冇訂啲場合可以買，如果有其他揀嘅話，嗱，呢啲場合亦都唔需要攞嚟做重心啦，係咪？呢個就係第5場。嗱，我哋再睇第7場啦。嗱，第7場係短途嘅，係有放頭馬啦，係咪3匹？咁得一匹係做到正嘅指數，就係上發財，所以我哋有紅色字啦。咁即係話呢匹馬可唔可以做膽又唔得？雖然佢係同程嘅實力馬啊，但係嗱，佢做唔到真正嘅實力，係咪？而喺排1至4檔嘅快搏，亦都做唔到真正嘅實力，而且係8歲。雖然排檔有利，但亦都係唔可以做膽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喺呢個位係冇膽嘅。咁即係話呢場你係冇膽嘅場合，你如果要買嘅話，係要買互穿嘅。咁喺短途入邊1、2檔喺他程就有2匹啦。嗱，變咗係冇膽，係要買互穿。嗱，雖然呢場賽事係中 Q 啊，嗱，係咪排內檔中 Q？但係如果你有第二啲有膽嘅場合，你亦都可以唔需要買呢場嘅，係咪？除非當日係冇第二啲場合買呢啲咁嘅場合，互穿4匹嘅啫，就可以考慮㗎。嗱，呢條 Q 就係百零蚊。呢個就係第7場嘅。咁再睇第8場啦。嗱，第8場就非常之少馬啦。嗱，放頭馬偵探傳奇做到啦，形勢有利啦，係咪？咁即係必要㗎啦。咁排喺內檔做到真正嘅同程實力有標誌嘅光，跟住就冇啦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係得2匹嘅啫。嗱，點解呢匹嘅百駿福星做到真正實力排中檔？我哋
覺得係唔係咁可取咧？因為呢場係3班馬，呢匹唔係側身馬，佢係4班，係極之有利嘅一檔，都係僅僅勝嘅啫。而且佢個實力指數都係僅僅喺個邊緣度，係咪？佢係0，即係未到0.1啦。所以呢匹馬呢場馬術係得2匹，而由於呢2匹馬都係熱門啊，即係大刺，變咗呢場係冇價值㗎啦，係咪？除非呢匹嘅精湛傳奇係冷門，你就可以搏下啦。呢個就係第8場，亦都冇乜嘢買。再睇前一次嘅賽事，就係4月15日嘅谷草野賽。嗱，呢場就係第9場，又係短途賽。咁呢場有多匹嘅放頭馬，係咪？咁其中有2匹係做正嘅指數嘅，所以見到有紅色嘅馬代表。嗱，遇咗多放頭馬嘅場合，呢度嘅馬匹雖然要揀，但係好難攞嚟做膽嘅，因為點解？因為放頭馬多，呢啲馬係要拖同埋擺喺個組合度，但係唔適合做膽嘅。OK， 如果拖放頭馬最多係拖2匹嘅啫，嗰前提就話佢哋一定係做正嘅指數㗎。咁呢度就有2匹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再睇上仗嘅同程實力馬。嗱，棒棒糖可以做膽嘅原因就唔係因為佢放頭，因為佢可以唔使放。呢個就係上仗佢喺同程做到真正嘅同程實力，係咬住前邊組，係做正嘅指數，實力指數亦都係正嘅。今次係排4檔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呢匹馬係可以攞嚟做馬膽啦。嗱，配腳就必拖啦，關鍵所在佢係做到正嘅實力指數上仗，而且排1檔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，棒棒糖可以做膽拖，關鍵所在同埋幸運星球係1拖2嘅啫，跟住就冇第二啲馬啦。嗱，咁你見到有一匹就啱啱喺邊緣啦，內檔嘅邊緣，係咪？咁由於你冇第二啲馬拖，佢又喺5檔，即係話內檔嘅邊緣，而且佢係一匹啱啱起步嘅馬匹，側身嘅馬喺1400米更加強嘅路程都可以做到一個正嘅實力指數，因此呢匹馬亦都要拖埋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其實好少嘅啫，係1拖3啫嘛。棒棒糖關鍵所在，嘉應勇將同埋幸運星球，係咪？嗱，結果呢場 Q 啊唔中啦，因為棒棒糖跑第3，但係1拖3係中 T 嘅，而呢場嘅 T 係派5400幾嘅，1拖3成本買10蚊一注都係180蚊啫嘛，係收5000幾蚊嘅。如果你買單 T 嘅話，30蚊嘅啫，收700幾，亦都係呢場嘅賽事呢個賽日贏錢馬，你一睇就知道係點樣買，值唔值得買啦？係咪？呢個係第9場嘅。咁你再睇第8場啦。嗱，呢場係3班1650嘅賽事。嗱，呢場亦都有好多嘅放頭馬。如果唔係短途嘅話，放頭馬具實力嘅最多係揀1匹嘅啫。OK， 當然呢匹係最後一排內檔啦。咁喺呢場嘅賽事只係有一匹穿甲金鷹係值嘅，因為佢係正嘅啊。咁佢係排最內檔啊。咁佢係來自上仗嘅同程實力馬。嗱，點解喺呢場可以考慮佢嚟做馬膽咧？因為穿甲金鷹佢嘅跑法其實佢唔一定要放嘅。你睇佢之前嘅跑法，其實佢係識得後上過馬，係做正指數嘅。只不過上仗佢係放贏嘅啫。咁佢嘅實力指數亦都係比較強嘅，係咪1.86？咁喺呢場佢係可以唔使放，排1檔做到真正嘅同程實力。嗱，呢匹馬可以做膽。跟住喺中內檔嘅馬要揀嘅就係榮理雙修、浪漫鬥士，係咪？馬魯呢啲全部都係排喺中內檔嘅上仗嘅同程實力馬。咁仲有一匹係內檔嘅，我做到喺他程，亦都要拖，因為呢匹馬做到實力指數正嘅，而且佢係識跑1650米，識得入 Q 嘅馬匹。咁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其實亦都係一場1拖4嘅場合。嗱，呢場如果你買1拖4，嗱亦都係唔中 Q 嘅，因為穿甲
金英啦，佢咬住前面走係咪？係跑第3嘅啫。但係無論如何，你嘅1拖4就係中 T 同埋4重彩嘅。嗱，呢場嘅3重彩係千幾蚊啦，4重彩就係派過萬蚊嘅4重彩，單 T 亦都係派233蚊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買呢兩場嘅單 T 過關，即係最尾嗰口孖寶啦，係咪？嗱，呢場係1拖4，即係6注。咁頭先嗰場1拖3咪3注。如果買孖 T 嘅話，10蚊一注都係180蚊嘅啫。呢條孖 T 亦都係中嘅，而呢口孖 T 係派28000幾，你嘅成本只需要180蚊嘅啫。呢個就係第8場。咁如果睇第7場，亦都係差唔多啦。嗱，呢場有3匹嘅放頭馬，嗱，短途有2匹係做到真正嘅實力，係咪？就係當家精彩、環球英雄，而環球英雄更加係真正嘅實力馬，而且佢嗰個實力指數亦都係突咗出嚟。咁呢場嘅賽事，佢係其中嘅一匹具備好強前速放頭嘅馬。嗱，呢場其實唔係好多純放頭馬都係咬住2位，咁即係話呢匹嘅環球英雄其實係屬於直播可以做膽嘅，甚至係一匹冷馬。所以喺呢場嘅賽事，喺我哋嘅排位表入邊嗰個冷馬，我哋就正係推介環球英雄，屬於直播嘅冷馬。嗱，呢場環球英雄正係8.2倍，由頭放到落尾係爆冷8點幾嘅冷 win 係贏嘅。咁即係話呢兩匹要揀啦，係咪？環球英雄膽當家精神要揀啦，排內檔嘅2匹就正係彩虹七色、星運笑着。咁其實呢場亦都係一場1拖3嘅場合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覺得話多放頭馬嘅，我唔揸膽，你互穿亦都得，互穿都係4注啫嘛。如果講單 T 嘅話 ，OK。但係正嚟講，其實就係屬於一場1拖3嘅場合。嗱，結果呢場嘅1拖3或者4匹互穿又係中 QT 同埋4重彩嘅。呢場嘅4重彩係9000蚊，單 T 係派差唔多400，3重彩係3000幾蚊，而連贏亦都係冷 Q 350幾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分嘅。OK， 嗱，7、8、9其實都係屬於可以買嘅場合，因為其實係有膽嘅，係咪？你知唔知如果你買呢3場嘅單 T 過關3穿4，買4蚊一注，你知唔知成本係幾多啊？係504蚊嘅啫。咁你知唔知呢3場全部過晒關，派彩係幾多咧？係派28萬幾嘅。OK， 嗱，呢個就係賽日贏錢馬嘅威力。點解呢啲馬咁有威力？因為你所揀嘅馬全部同上仗嘅 form 有關，同情有關，排檔形勢有關，或者放頭馬多少，亦都係形勢有關嘅馬。咁即係話，其實你揸住呢個賽日嘅贏錢版，跟住呢啲馬落住，可以話俾你聽，係有非常多嘅贏大錢機會，而且以後你唔需要嘥好多時間跑馬，揸住呢份喺手，邊一場直買，邊場點樣買，一睇就知。喺上幾個賽日，我哋嘅投注策略就係一半一半，一半跟我哋嘅主觀決定去買，另外一半就跟呢個賽日贏錢馬入邊嘅馬匹去買。嗱，結果嗰個分別係爭非常之大嘅。而我哋跟呢個賽日贏錢馬去買，嗰個效果係十分驚人。而淨係上2個賽日，我哋嘅盈利係過6位數字嘅，而且成本都唔高嘅。咁原本呢個表我哋諗住季尾或者下一季先至推出，但係為着令你得益，嗱，如果你係冇乜時間去跑馬嘅話，咁我哋就決定我哋喺今晚谷草嘅賽日，即係4月22號谷草嘅賽日開始，即刻推出呢個表，因為呢個表係非常之極之好用嘅，所以我哋就為咗令你得益，就唔想再拖啦。喺今日我哋就決定
推出啦。OK，因此如果你平時冇乜時間跑馬，臨場亦都唔知邊啲場合值買或者點樣買，嗱呢個表你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喺你嘅 email 入邊，我哋講咗俾你聽係點樣去訂閱嘅。OK，記住呢個表我哋係由今晚4月22谷草椰菜開始。